按电视到遮，咱若有带手机啊，请咱关机，也是关做震动，多谢。我也要对爸求，就以要用一个保惠师予恁，予伊永远甲恁住，就是真理的神，世间所未接纳的，因为无看见伊，阁毋捌伊，独独恁捌伊，因为伊甲恁三甲大，阁要点伫恁。三甲内吟圣诗165首，遐通圣神求你降临，请起立。我
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自在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以温州必列岛人来受苦，定是地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我就天，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徒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高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用上帝话来启应，启应文第14篇，诗篇46篇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溃力。虽然地大变动，海水野涌哗哗吼。咱农民行，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，互上帝声欢喜。上帝踮伫遐，声一定袂摇动。日邦哗哗吼，日国动摇。万军的统帅上帝甲咱同在。来看上主的所做。伊压一间，站长枪，放火烧战车。拢静落来，就知我是上帝。万军的统帅上主，甲咱同在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赏赐圣神踮伫阮中间，通过圣神，互阮知影，基督怎样运行伫阮生命当中。互阮经历圣神的工作，也会当谦卑，甲人分享基督的作为，来见证上帝的疼，活出属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款式。主啊，愿你圣神的恩赐，丰丰富富赏赐互阮每一个人，通过阮无同款的恩赐，来互相扶持。起作合一，彼此相疼，连结伫基督的教会，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直到地极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赞美唱歌队所要吟的诗歌，我心尊主最大。我
甲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21节。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，五旬节的日到，门徒拢聚集伫一所在。忽然有声对天顶来，亲像透大风，充满因伫坐规间厝。阁有亲像分开的火子对因出现，歇伫逐个人的顶面，因拢受圣神充满。照圣神予因的才能，开始讲别种语言。迄时有一寡虔诚的犹太人，对世界各国来，住伫耶路撒冷，听到即个声响，众人就拢聚集活来，因为逐个人听到门徒用因的本地话对因讲话，煞硬去。因着惊，阁奇怪，讲：你看，遮个伫讲话的，也毋是拢加利利人，咱哪会听到因拢用咱逐个人住的所在的语言伫讲话？咱遮个帕提亚人、米底亚人、伊兰人，以及对美索不达米亚、犹太、甲加帕多家、本都、甲亚细亚、弗鲁加、甲庞菲利亚、埃及、甲瓦郡古利奈的利比亚地区来的人，嘛有对罗马来的厝外人，内面有犹太人，甲改装入犹太教的人，阁有克里特人，甲阿拉伯人。咱竟然听到因拢用咱的在地话，讲起上帝所说伟大的代志。大家着惊，阁戆领，问来问去，这是甚物代志？有人推测讲，这个人是啉新酒得醉。这个时，彼得甲11个使徒徛起来，大声对众人讲：犹太人甲恁所有住伫耶路撒冷的人，恁着知，注意听我的话。这个人毋是照恁所想的咧酒醉。即阵才早起时9点，其实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讲的。上帝讲：伫将我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心拼落去，予所有的人。恁的囝、查某囝会讲预言，恁的少年人会看见异象，恁的老人做梦。搁伫遐个日，我嘛要将我的心拼落去，予我的仆人甲奴婢，因会讲预言。我要伫天顶显出奇事，伫地上行神迹，有血、火甲烟雾。伫主大佮荣耀的日来临以前，日头会变做黑暗，月变做亲像灰遐尔红。迄时，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，拢会得到救。愿上帝话赐福听伊的话，佮行伊的话的人。讲到老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，哪方哪会？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亲爱的主圣神，求你来到伫阮中间，求你用无共款的文字使用阮大家，通成做你的工人，互阮踮伫无共款的时刻，踮伫无共款的所在，通成做你的干净。愿主将你的话刻条踮伫阮逐人的心，帮助阮认捌你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也祝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踮伫圣神降临节的时阵，伫圣经内面，咱看见真多元的代志发生。侪人开始讲无共款语言的话语，这是多元，嘛踮伫这个社会中间，咱知咱的社会愈来愈多元，对无？
咱的社会愈来愈多元，有愈来愈侪无共款的人，无共款的能力，无共款的想法，围雷踮伫咱的身躯边。多元是好事，总是多元嘛有可能是歹事，因为咱嘛踮伫最近社会顶面，咱看见一寡困难的事实了，对无？无论踮伫台台，也是踮伫中一中，咱看见是逐个人会当讲家己的意见，毋过踮伫即个意见的背后，咱必须爱去面对，咱到底有害去家己的责任，有踮伫无注意的中间伤害别人，也是无。所以多元是好事，多元嘛是歹事。重点到底是啥物？重点是踮伫即个多元的背后，咱如何去看见上帝的疼？伫多元的背后，咱如何看见伫咱的世界中间，悠然会有一款气力咧带咱向前行？今仔日咱读这段圣经节，咱真熟悉。踮伫五旬节，踮伫圣神降临节，咱定定会读到这段。这个节期是一个庆贺的日子，对犹太人来讲，这是因逐年拢需要过的一个节日，所以因会聚集踮伫耶路撒冷，踮伫这个时刻，因献上感恩，也献上敬拜。一年一年安尼咧过，侪人会想讲，这不过是另外一个甲过去相款的日子吧。大家人会安尼想啊，因为逐年拢爱收这的节期，所以大家人会开始去想讲，这不过是另外一个同款的代志，咱逐年拢爱发生。毋过现在咱拢知啊，伫迄日发生一件大事，有人感觉真好奇，有人感觉戆影，有人有无同款的意见。毋过无论安怎，踮伫迄日发生一件重要的代志，迄就是教会伫迄日开始有新的画面。教会对圣神降临节开始要迈向一个新的阶段。所以，逐摆咱读这段会议的时阵，咱会去看圣神的工作到底是啥物？圣神的作为运行踮伫遮的信徒聚集的现场。忽然间有声对天顶降落来，我毋知影咱咧读的时阵有发现无？伊是用亲像啥物来表达？圣神有声对天顶降落来的时阵，拿啥物？拿风吹伫即个现场。迄个意思是。当迄个声临到的时阵，是有一个声音，那亲像现在咱聚集一直运行踮伫即个现场中间，有风对遮吹过来，嘛有风对遐搁吹过去，无人会当限制即个风到底要吹到伫啥物所在。所以有人会感受到伊，但是有人后一秒钟，即个风搁吹过啊。圣神的工作一直踮伫即个空间内面，一直咧运行，一直咧运行。煞接因阁看见啥物？因阁看见那亲像火的字开始降落踮伫逐人的顶面。作者踮伫遮，伊用的是譬如呢，那风、那火、那风、那火一直踮伫遮，那火的字降落踮伫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所以当这个火临到的时阵，逐个人必须爱开嘴，逐个人必须爱开始讲话，开始讲无共款的语言，开始讲生命的故事，开始讲上帝踮伫因生命的作为。所以咱拢知影，伫迄个现场，所有人开始咧讲话，因咧讲啥物话？因咧讲无共款所在的语言，对吧？因开始咧讲无共款所在的语言，踮伫温度聚集的时阵，圣神临到，一人开始咧讲无共款的语言，然后所有犹太人听到这个声响，聚集踮伫遮，因就感觉戆影，因为遮个人到底咧做啥物？忽然间，因来到伫遮，看到遮个人一直咧讲无共款的语言的时阵，心内底安怎想？遮个人发生了啥物代志？
这个人敢会是头壳有问题？这个人敢是有可能唔知互啥物神附身是无？大家人拢有即款的谣言，但是因详细听的时阵，因听到啥物？因听到这个人其实因唔是咧讲无意义的话，因开始咧讲无共款所在的方言，但是因拢咧讲啥物？用无共款的语言，用无共款所在的方言，共款咧讲的是上帝伟大的作为。因所咧讲的是上帝伟大的作为，所以因真感觉真好奇，讲到底发生了啥物代志？有人感觉好奇，有人踮伫边仔，毋知影到底发生啥物事，但是嘛有人提出质疑，有人提出质疑讲啊，遮个人敢是啉新酒咧醉呢？所以对一件代志发生了后，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想法，有无共款的角度咧看这个代志的发生。有人认为讲，遮个人根本就是可能头壳有问题吧。有人认为讲，这就是透早就咧啉酒醉，因咧世界讲话吧。这就是踮伫迄个现场所发生的。咱定定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当圣神临到伫咱中间的时阵，会带来无共款的意见、无共款的想法？那亲像踮伫这个多元的时代、多元的社会中间，为什么竟然会带来搁较侪的冲突？踮伫这个多元意见的时代，竟然有遮尔侪无共款的想法呢？其实，无论这个社会偌尼啊进步，偌尼啊多元，咱永远拢活伫一个上大的困难，就是咱活伫一个认为讲，我会当靠家己的气力掌握一切的时代。所以咱期待凡事会当照计划来行。照一定的策略，照一定的时间点，我若是安尼做，我应该会当得到美好的成果吧。所以咱读册的时阵是安尼，我认真读册，照步来，我应该会当得出好的结果。工作嘛是共款，我照起工，照安尼咧工作，我嘛期待我会当有一日，我会当有较好的职位，我会当有较好的薪水。啊，踮伫教会嘛是共款，咱照步来安尼行，应该就是安尼吧。咱认为整个社会嘛是安尼啊，规个社会嘛是应该就是一步一步安尼一直行，应该就会迈向好的所在吧。咱有一个心内底想要掌握一切的想法，咱期待所有的代志照家己的节奏来运作。啊，有当时有较趣味的代志发生，就欢喜一下。毋过，犹原是继续行我所相信的路，犹原继续行伫我认为的这条路中。信仰有当时咧挑战咱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敢会当有一寡无伫你计划的代志发生无？虽然咱知影，是我靠上帝应该伫咧面对每一个困难的时阵，我拢应该会当经过吧，我拢应该当行过吧。但是咱知影，其实每一个人生命中间拢甲上帝咧请拼，敢毋是？就算讲咱已经真做信徒侪年，咱的生命犹原咧甲上帝请拼。上帝想要安尼做的时阵，咱嘛一直想讲，敢会当歹？敢会当歹安尼？因为照家己的计划就对啊。毋过，无论咱偌想要靠家己的气力去控制一切。生命拢毋是咱会当控制的，咱会面对挫折，咱会面对冲突，咱会面对伤害，甚至咱也面对死亡的威胁。所以人生中间，其实咱是一直咧面对受伤，咱是一直咧面对苦难，咱是一直咧面对侪项事，毋是咱会当掌握的。也就是安尼，所以耶稣讲，伊将圣神赏赐予咱，才有意义。因为伊讲圣神是啥物？圣神是一个为造者，将圣神赏赐予咱，正做咱的安慰甲帮赞。也就是讲，踮伫每一摆，咱感觉生命已经无法度控制啊，
感觉我的人生行到伫无路的时阵，感觉为什么这代志会安尼发生的时阵，圣神悠然运行踮伫咱中间，伊一直甲咱同在。所以，咱对这个事，咱是学习咧观看讲，到底上帝咧做啥物？这是教会啊！这就是咱所看到使徒行传中间所发生的教会。自一踮伫这个现场的人，所有人想法拢无共款，有的人足烦恼的。啊，耶稣就听，将任务交互阮啊！啊，但是搁来咧。啊，有人也继续咧质疑讲，啊，耶稣到底咧做啥物？所以圣神的降临，邀请咱拍破咱家己的眼光，拍破咱家己的眼光。来到伫现在这个时代，有当时咱读这段圣经节的时阵，咱伤过头将圣神的工作嘛限制讲啊，一定爱讲方言，一定爱医病，一定爱行神者。啊，有的人也认为讲啊，圣神的工作一定就是真热情的敬拜吧，一定就是大声喊哈利路亚吧，一定就是安怎吧。不过，若是照圣经安尼来看，路加伊为什么用哪风哪火？伊用哪风甲哪火的原因，就是伊无想要限制，伊咧表达圣神的作为。伊敢若会当用譬如的方法去表明讲，哪亲像风一直吹伫咱中间，哪亲像火的子降落点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所以踮伫每一个时刻，其实咱一直咧体会圣神的工作。这个风吹伫咱。而且无人会当掌握风要吹往对吧？无人会当掌握风要吹往什么所在，风就一直踮伫遮，迄个圣神的声音嘛，一直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咧运行。所以，这个时刻，圣神互门徒宣讲无共款的语言，咧见证上帝伟大的作为。遮个人受到踢笑，遮个人受到质疑，毋过即摆。耶稣的门徒甲进前无共款哦。进前当耶稣的门徒受到质疑、受到攻击的时阵，可能因会开始想要逃走。但是即摆彼得甲这11个使徒，并无受到这个人的踢笑，也是质疑所拍断。因徛起来，向所有人讲：咱知影，现在是早起9点。现在还阁是9点，这个时刻毋是犹太人啉酒的时刻。颠倒变，即马这个时刻9点，这个时刻是因祈祷的时刻，是因见证上帝作为的时刻。所以伊开始引用先知约珥所讲的：上帝讲，这是我后的日子，我所要做，我要将我的神降落点伫恁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所以，恁会宣告我的信息。少年人要看见异象，老人要做异梦。到迄个时刻，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，拢要得到救。这个使徒是平凡的小人物，踮伫耶稣受难，因面对家己信仰跋倒的事实，当因看见耶稣搁我上天了后。因领受新的改变、新的调变，今仔日踮伫圣神哪风哪火的降临中间，因得到新的能力，因咧讲无共款的语言，讲无共款的文字，因勇敢地军队基督，所以这是合一，因多元的语言讲上帝的作为。圣神的工作，互门徒真做为己的见证人。过去的失败，过去有冲突，感觉生命中间真黑暗，但是就踮伫某一个重要的时刻，因发现啦，家己的生命会当莫继续活伫迄个黑暗中间，无需要继续活伫迄个惊吓中间。今仔日，这个门徒徛起来。因勇敢讲出家己所信，因也勇敢人分享
耶稣踮伫因生命中间所做的工作，这是教会的开始。所以，当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得到迄个生命中间，检采是一个微细的感动，检采是一个微细的体悟的时阵，咱会开始发现，其实圣神已经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啊。圣神的工作超越过咱每一个人的想象。检采是一句边仔的人请安，检采是唱诗歌的时阵，咱唱着一句歌词，也是读圣经的时阵，读着某一个字眼，这拢正做圣神的工作。伫咱面对着整个社会想要控制咱，咱讲你会当靠家己的时阵，圣神的工作咧对咱讲，请听，请看，迄个哪风哪火的神一直运行踮伫你的身躯边，一个感动，一个无共款的想法走出来，听到一个真特别的字眼，迄就是上帝在做工。所以每一日，咱咧对抗这个世界的声音，有当时咱哪亲像活伫一个真微细、迄个夹缝的中间。我今仔日看到一句话，互我足感动的。伊讲，咱面对黑暗，咱面对这世界的势力，但是有当时哪亲像着活伫迄个夹缝的中间，夹缝吼，活伫迄个夹缝的中间。但是重要的是，你会当上帝应允咱永远会当踮伫迄个夹缝的中间看见光，永远会当踮伫遐看见美善的事发生踮伫咱的身躯边。也照着安尼，每一日咱拢会当用咱无共款的语言讲起圣神的作为，讲起上帝伟大的作为。伫即礼拜中间，有人参加小组，来到伫网络顶面参加小组，我问伊你为虾米会来？伊讲我著行路经过恁的教会，看见恁外口吊伫外面的布条遐写讲有圣经学堂，所以我著转去网络顶面敲吹，我著来啊。我听了真感动，我阁继续问，所以你今仔日听了，你有啥物想要管分享的？伊开始分享讲，我有一个期待，我想要踮伫生活中间做宣教，所以我咧上课，我上宣教的课程，我也想要搁较了解圣经的话语。当伊讲到这个话的时阵，我也得到真大的体会，宣教的感动踮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。咱会当用多元的方法来做宣教的工作，用无共款的文字来讲起上帝奇妙的作为。踮伫迄点，我体会这是圣神。我踮伫最近边仔的人甲我分享伊家己的故事，有人因为伊生命拄着困难，伊是拜拜的，伊一直咧四界咧问。走即间庙，走迄间庙咧问，四界咧问咧跋杯，伊期待会当得到一个答案。是伊真正抽足侪签，嘛去拜足侪神，拢互伊共一个答案，讲你只要等就对啊，你只要等到某一个时间点，你就会有答案。但是，就算讲是安尼，伊心内底犹原足犹豫的嘛。因为伊无论安怎拜，无论安怎跋杯，得到的答案拢共款，你就是等到几个月后就对啊。伊心内底犹原真犹豫，毋过踮伫基督徒朋友的帮衬下面，伊继续去看伊摕到遐个签，伊讲你爱等，但是共一个时间你需要修行，所以需要修行但是。有师傅就摕互因一本迄个真工证，伊讲伊安怎看拢看无，所以伊的基督徒朋友就走去公报社买一本圣经，无你摕转去看卖好啊。结果伊掀开圣经了后，发现这我看有呢，这我看有，
啊，拜拜遐经我看无，所以伊就安尼来啊。踮伫即个讨论对话的过程中间，伊讲，咱大家嘛无法度理解圣神的工作，那亲像你的生命将你介绍来找耶稣，无法度了解伊到底为虾米会踮伫遮，所以踮伫迄条，这佫是另外一个圣神的工作。佫有另外一个朋友，伊是医生，伊照顾侪失智的患者。伊也侪摆向我分享，伊讲明明遮个患者已经失去认知的能力，但是当我带伊去关心厝边的人的时阵，当伊看到厝边的人倒伫遐，这个已经失智的患者竟然会当开喙替伊祈祷，因为这个失智的患者伊一生拢是基督徒，所以伊就问我讲，这敢是真的？我敢会当回答，这是圣神的工作啊！圣神的工作超越过我的理解。佫有我另外一个亲人，伊甲我分享伊的故事。因厝内底的4大人同款，已经失智甲退化，亲像囡仔同款。逐工咧过，拢真辛苦。啊，但是我的亲人甲我分享讲，你知影无？阮的4大人。伊原本有癌症，有22公分的肿瘤，嘛无想要开刀啊啦。22公分的肿瘤踮伫伊的内面，啊，伊即马失智，亲像囡仔共款，啊，连阮查某囝伊拢袂记啊，连查某囝拢袂记啊，啊，逐工敢会当甲伊讲耍笑，啊，伊佫甲我讲，我即个4大人吼，即马。那亲像是囡仔，伊就逐工敢若想要食炸鸡甲薯条。那亲像囡仔共款，敢若活了真快乐。结果后来，因咧照顾的过程中间，佫带去看医生，竟然无感觉，癌症对伊已经完全无造成任何的影响。啊，所以我这个亲人就甲我分享讲。牧师，这哪亲像圣经所讲的，爱亲像啊，啥物？亲像囡仔共款，回转亲像囡仔共款。啊，然后恁阁有另外一句讲啥物？喜乐的心就是良药。我刚才当甲伊分享讲，这是圣神的工作，我嘛无法度理解。我无法度理解讲到底这个患者有癌症，也真重症的失智症啊，已经无法度去判断啊。啊，但是竟然回转了，亲像一个囡仔，逐工活了真快乐，逐工活了真快乐，伊身体顶面会病痛到，自然无阁对伊有任何的影响。啊，当然照顾的人是辛苦，因为查某囝嘛，伊嘛袂真的。可能边仔的人伊嘛袂真的，但是逐工就是安尼快乐咧过日子。圣神的作为，毋是任何人会当了解的，但是亲像我头拄所讲的，咱的生命中间会定定受到黑暗所影响，咱的生命中间会定定受到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。至到咱哪亲像活伫一个真细的空间，咱想要讲，上帝求你帮助我，但是佫哪亲像无法度，因为面对现实就是遮尔大的挑战。但是踮伫这个劫项的中间，永远有光，所以永远去看伫劫项中间所出现的美善，迄是圣神的工作。踮伫这个多元的社会中间，咱有侪无共款的想法，有无共款的侪意见，也是温事，也是想要做的代志。有当时咱拢会受到这个社会所影响，咱拢会受到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。但是圣神的工帮助咱，
拍开咱的眼光，去看遐个美善的事。有当时啊，侪项代志，无亲像咱所想象的遐尼困难。侪生命中间的艰难，无亲像咱家己所想的安尼。因为耶稣将圣神赏赐予咱，踮伫教会中间也是安尼。踮伫教会中间，当咱组织做一伙的时阵，咱分享圣神的工作。咱分享圣神的工作，学习去看美善的事。孙宝玲老师踮伫伊的册内面，伫这段伊的讲解内面最后写一段话，伊讲。我想咱必须爱定定祈祷讲，因我上帝的神啊，求你来管压我，求你来破碎我，求你来塑造我，求你来使用我。讲咱的祈祷是因我上帝的神，求你来管压我，求你来破碎我，求你来塑造我，求你来使用我，恳求因我上帝的神管压踮伫我。上帝的神哪风哪火，自由运行踮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。台神的老师，我的老师。林鸿信老师，伊上爱用一个画面，就是落叶随风。踮伫树仔顶面的叶，伊就爱用这个画面，就是咱愈坚持踮伫遐，就看哪亲像叶仔一直经伫遐，对无？迄个叶仔一直咧经伫遐，哪亲像人一直想要掠掉足侪代志。但是当咱学习放手。学习放下家己的坚持的时阵，就哪亲像迄个落落来的叶仔，哪亲像风自由吹过来，搁自由吹过去。踮伫这个过程中间，咱看见圣神的运行，咱看见上帝的作为。咱每一个人，拢是上帝使用的工人。咱的生命。拢咧见证圣神的作为，愿上帝帮助咱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：哪风哪火，有一个美丽的声音，哪风吹入你我的心内，哪亲像有，嘛哪亲像无，一粒仔就离开。有一个声响，哪火散落。你我的心上，吹辟咱开喙，讲出生命的本相。哪风吹入去困去的心灵，哪火点到这主的热情，讲：你是什么人？你是基督，你是我的主。哪风哪火的神运行踮伫咱中间。请咱同齐用信息来做咱的回应。至心的心跳，愿祈祷，愿加罪灵心殿，你来为使阮的无限，请来无敌眼前，求你那好及时光到，论的情人的心，可幸福的结果。
心灵藉主洁净，为主基督见证，至诚的心听愿祈祷，我世界最心殿，你来为主阮的无限，请来无你见证。请咱来祈祷，因我上帝的神啊，求你来，哪方找日阮每一个人的性命，唤醒阮已经困去的心灵。求你的神来啊，哪火降落阮逐人的心，哪火运行点伫阮的喙，互阮会当用阮无共款的语言，讲出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因我的神啊，愿你塑造阮，愿你破碎阮，愿你使用阮，互阮一生看见你的美善。当这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咱的上礼大学要用一首诗歌，带咱来学到上帝。
要报答上帝恩典，请人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。好，我来报告几项教会事工，咱大家同齐来分享。咱即礼拜圣经学堂，咱读家使徒行传第10章第1节到33节，请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收看。好后礼拜咱特别是咱释教120周年的纪念联合礼拜吼，所以咱后礼拜是2堂礼拜咱会合并吼。所以咱120周年的事工，咱对旧年开始有侪的活动，咱踮伫咱第10页遮吼。咱踮伫后礼拜是120周年纪念联合礼拜，今年咱会有一个纪念音乐会吼。咱的音乐会会踮伫7月初8。7月初8的暗时，7月初8是拜六，拜六的暗时，咱会举办一个120周年纪念音乐会吼，所以咱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踊跃来参与遮的事工。好，咱张简英金牧师会对拜四开始正式赴任来到伫咱的教会中间吼。好，过来，咱今仔日嘛感谢上义大学踮伫咱中间，甲咱同齐敬拜上帝，也踮伫遮来献诗。今年几年的疫情，所以无联合的毕业礼拜。今年总算有联合的毕业典礼吼，会踮伫拜四伫后甲教会有4个分校的联合毕业典礼。今仔日咱嘛特别搁一摆咱拍破来感谢上义大学的学者。继续邀请咱中间的兄弟姊妹，咱若是即马超过55岁，你想要来参与上义大学对后学期开始，拢会当继续来报名吼。
好啊，后礼拜咱120周年的联欢礼拜，咱会同齐收圣餐，所以嘛，请咱的小会员啊，备办咱的兄弟姊妹备办咱的心，啊，咱的小会员同齐来备办圣餐。啊，礼拜三咱会召开小会，啊，请咱来第二家的时间。好啊，社福部也特别针对120周年来制作120周年的纪念普罗山啊，迄个sample还未用好啦，啊，但是。你若是踮伫团契的兄弟姊妹，你有踮伫团契的兄弟姊妹，请咱团契来登记吼，请咱团契来登记，甲摕让迄个衫的寸尺吼。所以若是你踮伫每一个无共款的团契中间，你就踮伫团契中间做登记。啊，若是真正你无踮伫团契中间的兄弟姊妹，请咱才来到伫办公室这边吼，咱来踮伫办公室这边会有迄个寸尺，登记你的寸尺。啊，咱一领是奉献200块，啊，超过的部分就是社福部的预算会去支付吼，所以一领200块，啊，请咱踮伫团契中间会当做登记，若是无踮伫团契中间咧，就麻烦咱会当来到伫办公室这边来量这个寸尺，啊，因为讲吼，即马咧做sample遐个衫是设工尔，啊，毋是迄个真正迄个sample，即马就是量迄个寸尺。所以当请大家来注意这件代志吼。好啊，过来咱昨有替迄个玉轩甲文灿举行结婚礼拜吼。啊，玉轩甲文灿踮伫后壁，这是苏玉姐的查某囝吼。啊，踮伫遐咱甲因恭喜。哦啊，玉轩是迄个小下姐的孙啊。小下姐的孙，所以嘛，因的亲情嘛有转来咱中间啊。小下姐的妹妹甲妹婿嘛踮伫咱中间，会当请因拢做伙去哩无？啊，佮有小下姐嘛做伙去哩无？有咱恭喜者。好，安尼，我做以上这个报告。啊，另外一件，咱的油画已经修理完成啊吼。咱的油画修理完成，所以爱感谢圣家长老，嘛爱感谢段老师伫这段时间的付出。啊，后礼拜会将影架，咱教育大楼这个影架会拆掉。嘛，感谢踮伫这中间有侪侪关心祈祷甲奉献的兄弟姊妹吼。啊，修理一幅油画比咱所想象的搁较困难。啊，真正等半年，迄个色拢已经拢打起了后。因才送最后的保护漆，啊，所以后礼拜咱的影架就会当拆掉吼，哦，所以感谢伫这中间特别段老师伊的付出，好，我做以上安尼报告。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，我先来读一摆，啊，煞只请咱大家做伙来读2摆。上帝讲，伫将末的日子。我要将我的神拼落去，互所有的人。恁的囝、查某囝话讲有言，恁的少年人话看见异象，恁的老人话做梦。使徒行传2章17节，请咱做伙来请。上帝讲，伫将末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神拼落去，互所有的人。恁的囝。查某囝话讲有言，恁的少年人话看见异象，恁的老人话做梦。使徒行传2章17节，上帝讲，伫将末的日子，我拼落去，互所有的人，恁的囝、查某囝话讲有言，恁的少年人话看见异象。恁的老人话做梦，使徒行传2章17节。咱三个来吟祝福齐经诗，圣诗399首，愿上主大仁爱，请咱起立。愿上主大仁爱，应点你。万众。
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得到因世代无煞。阿门。